都怪你，这都能忘了拿。天了，没想到牛奶都能这么瓷实。那现在咋办？那就先喝呗，还挺好玩的。加块牛粪，给它晃一晃，不要胶底了。多加热能喝得完吗？试试呗。咱们喝它一碗，牛奶可以喝了。啊，这大冷天的喝碗热牛奶真舒服。喝吧，多着呢。你还喝不啦？那剩下这些牛奶怎么办？哎，天气这么冷，要不咱们做点冰激凌？来，给点奶嚼个，加点糖，加点炒米，搅拌搅拌。好嘞，拿外面去冷冻一下。好了，就剩50斤了。把我保温杯拿过来，先留点喝。先留点喝吧。还没喝够呀，留点呗。就用剩下这些奶做奶豆腐吧。那得用乳清呀，乳清呢？哎呀，加入乳清。乳清还好没冻住。乳清加入，酪蛋白已经慢慢分离出来了。剩下的乳清留起来。乳清放多了吧，奶豆腐有点酥呀。那就出锅吧。拿出去冷却一下。喝点奶茶解解腻。这个也好啦。这大冷天的吃点冰激凌就是得骄傲。哎，还好了吧？刚才忘了多留点牛奶了，留点给我，别全都倒完了呀。你还没喝够呀？加点咸盐，加点炒米，奶豆腐脱个膜。还喝呀？吃饭了。快点吃！咋啦？牛奶又没挤啊？知道你还不快点吃？